教聖約教會堅樂小學喺2001年創辦，20多年嚟，我校本着堅強同喜樂嘅精神，進行聖經嘅教訓，實踐基督耶穌嘅愛，承傳挪威宣教士嘅熱誠同心志，繼往開來，以靈、德、智、體、群、美六育並進，教導學生，帶領佢哋認識上主嘅慈愛同救恩。學校係一所充滿溫馨嘅校園，師生都致力營造愉快嘅學習氣氛，亦都係一處共同成長、互勉互信嘅園地。我哋本住基督耶穌慈愛同埋救贖嘅精神，實踐全人教育同埋優質教育嘅理想。我哋致力為學生提供完善而愉快嘅學習環境，引導學生認識基督福音真理同埋中華文化，建立學生積極嘅人生觀。我哋同家長建立良好嘅夥伴關係，致力啟發學生嘅潛能，培養學生良好嘅公民品格，具備知識同技能，日後能夠回饋社會，服務人群，貢獻國家。你知唔知今年係堅樂小學25週年啊？我知啊，點解咁問嘅？冇，我淨係想知道我哋學校25年前係點樣㗎啫嘛。咁我知道有一個人一定好了解啦，佢就係黎孝根啦。堅樂小學嘅成立咧，係基於我哋先有堅樂中學啦，然後咧我哋又繼續開辦幼稚園。咁我哋覺得咧，教育係一個好特別嘅模式嚟嘅喎。如果小朋友喺幼稚園嘅成長，我哋能夠有小學俾佢哋繼續升學，繼續升去中學咧，咁一定係會有更理想嘅發展啦。開辦一間嘅學校咧，其實都唔容易㗎，因為我哋除咗交辦學計劃書之外，當政府批准俾我哋開依間學校嘅時候咧，個時間係相當緊迫嘅。第一年已經開到小5啦，第二年咧就由小1開到小6，因為每級有5班，一共有30班嘅小學。咁建立一間學校要有大家一齊努力，就一定要有好清晰嘅辦學宗旨啦。第一，我哋叫做堅樂，就係因為堅樂原來係一個挪威嘅姓氏 Holmgren 嘅翻譯，亦都同佢嘅音義相同嘅。Holm 就係代表咗一個係堅強嘅磐石。Glad 就係代表咗充滿咗喜樂，咁所以堅樂係一個好特別嘅名稱咧，俾我哋感覺到堅強喜樂就係我哋呢個獨特嘅精神。原來堅樂小學嘅歷史係咁有趣嘅。我記得我哋之前訪問過黎孝根，不如我哋聽下佢講乜嘢？咁你覺得點樣先可以栽培到新嗰啲學生變成堅強喜樂呢？我哋有一班好有責任感嘅老師。佢哋亦都係好熱心嘅基督徒，佢哋都好願意咧，係為教育嚟到付出。咁我覺得能夠大家有共同嘅目標，大家有同一個方向，係最開心嘅。聽完黎孝根嘅講解，我哋都對堅樂小學嘅歷史多咗了解啊！咁我就會介紹多一位對堅樂小學嘅發展舉足輕重嘅人啦。佢就係前校長司徒德志校長啦。司徒校長你好，歡迎你翻返嚟堅樂小學。多謝你。你覺得喺學校同埋喺你任職期間時候相比，有冇咩變化？咁我翻到嚟嘅時候咧，有一種咧既陌生又熟悉嘅感覺。陌生嘅咧，因為我見到學校嘅外牆咧都即係換咗好多嘅唔同嘅顏色啦。咁而熟悉嘅咧，就係因為我喺度工作咗15年啦，所以咧又都產生一種咧係溫暖同埋咧熟悉嘅感覺。咁喺堅樂小學嘅校園入邊，有邊個地方係曾經最中意喺嗰度？嗰度有冇發生咩有趣嘅事同我哋分享？喺我任職期間咧，我最中意去，亦都見到學生都中意去嘅地方咧，就係我哋學校嘅圖書館啊！因為喺嗰度咧佈置得係相當之溫馨同埋咧漂亮，而且仲有好大量嘅藏書，咁咧能夠為同學們咧能夠提供到唔同嘅知識。喺你任職嘅期間，有冇邊一位學生令你印象好深刻？曾經有一位嘅學生俾我印象好深刻嘅咧，有一次咧，佢上完體育堂嘅時候，翻課室嘅途中咁啊一時頑皮啦，咁咧就經過火警鐘
佢就手多多咧就走去敲咗嗰塊玻璃，結果咧搞到全校嘅警鐘咧都響晒。咁結果後嚟咧，我哋都即係俾咗呢個同學咧有適當嘅處罰啦。咁及後咧，我又好開心，我見到佢咧能夠順利咁升讀中學。喺佢中學畢業嘅時候咧，我又知道佢已經係順利考咗入去大學並且咧係選修咗社工系，做一個社工。到現在我相信咧，佢已經喺大學畢業，並且咧進入社會工作，成為一位真真正正嘅社工，能夠去幫助到好多嘅人添。咁呢個咧係我最覺得欣慰同埋可喜嘅情況。最後請校長對25歲嘅堅樂小學送上一句生日祝福啦！堅樂小學已經踏入咗25週年，咁我呢度咧恭祝堅樂小學校長啦、老師啦、同學啦都係生日快樂！謹記我哋要學習同埋實踐愛神、愛自己同埋愛我哋身邊嘅人。聽完司徒校長嘅分享之後，我對堅樂小學嘅感情都越來越濃厚啦。講咗咁耐，好似仲有一位未出場喎。我梗係知啦，佢就係我哋而家嘅校長施德銀校長啊嘛。不如我哋一齊聽下佢嘅分享啦。堅樂小學已經踏入咗25週年，喺呢個嘅咁高興嘅時刻，我哋就係以回顧翻先前我哋點樣去辦學嘅理念。我哋以感恩、成全、創新為我哋口號，讓呢個堅小嘅同學咧都能夠實踐使命。我哋以 GOD 為我哋發展嘅方向。G 就係指 Global Innovative Education， 意思就係全球創新教育。希望小朋友佢唔單止學習科學，更加去尋求真理，亦都將呢個嘅知識能夠貢獻俾我哋嘅社區人士。頭先我哋提到嘅 GOD 當中嘅 O 咧就係 Open Gifted Education， 意思就係開放式嘅資優教育。好感恩上帝俾我哋每個人都有唔同嘅恩賜，我哋要盡量去發揮出嚟。例如我哋咧每個同學佢都可以咧有各展所長嘅機會。例如我哋今年咧就將30幾隊嘅校隊擴展成為52隊嘅校隊，同學可以咧透過唔同嘅學習發揮佢哋所長。GOD 嘅 D 就係 Daily Language Immersion， 同學唔單止係透過閱讀或者玩桌遊學習語言，更加可以透過整嘢食學習到唔同嘅語言。更加重要嘅就係學習到唔同嘅國家嘅文化。例如可以透過咧整嘢食當中學習到唔同嘅食物嘅詞彙啦。希望同學都能夠享受到學習語言嘅樂趣啊！多謝施校長對學校發展嘅介紹。最後我哋不如向學校送上祝福啦！堅樂小學25週年生日快樂！